嚟緊嘅立法會選舉對青年人嘅未來非常之重要，你神聖嘅一票係支持我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，亦都好開心今日見到好多青年朋友嚟支持我哋嘅街站活動，希望全家總動員12月7號記得嚟投票。香港青年聯會聯同另外7個青年團體咧，就喺香港18區就擺設唔同街站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旺角東呢度，希望藉此咧就呼籲大家12月7日記得要投票。12月7日約定你齊投票。所有係 Youth 嘅你，12月7號約定你，到時見。12月7號。